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咁啊，大市開始企穩啦，咁啊好多股票咧都開始反彈咯。咁究竟有啲咩可以早着先機？咁啊今日可能會同大家 update 更加多我哋之前講嘅股票啦，同埋有咩新嘅機會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做下功課嘅。咁啊有啲人會話，好似錯失咗上一個跌浪喎，冇喺低位撈到股票喎。嗱，大家記住，我哋買股票咧，唔係話要喺低位撈到最低點嘅，我哋一定咧係買一啲最穩陣，一買咧大機會會上升嘅股票。如果唔係咧，你一坐艇一夾住啲貨，你又好容易有壓力，咁又好容易輸大錢離場噶啦。好似我哋今次咁，我哋可能咧喺相對嘅低位咧減咗啲股票，但係其實咧回憶翻咧，我哋可能咧之前買嗰啲股票咧，其實都係一啲相對嗰隻股票喺低位嘅時候買入嘅。咁有防守性嘅股票，我哋買完之後，其實我哋喺對應嘅位置去放嗰隻股票，基本上冇輸錢嘅。既然冇輸錢，我哋保留咗大量嘅本金嘅話，而家機會嚟啦，咁我哋買股票再賺錢，咁啊更加輕易同埋冇壓力啦。記住買股票一定要食正個勢，一買就升。咁樣先至可以長治久安，千祈唔好諗住截飛刀，一截飛刀喺低位買完之後，可能嗰個唔係低位，係暫時嘅相對低位，隻股票都未跌定，而係走入去買，咁你好容易輸大錢噶啦。本片純屬個人分享同教育用途，並非投資建議，本人並未持有任何相關牌照，投資一定嘅風險，盈虧請自行承擔。詳細免責聲明，請參閱資訊欄。TNL 幫你睇清市場機會。好，講翻啲 positive 嘢先。今次我哋其實咧見到咧大市已經咧企穩咗25,000點啦，咁一路十級以上啦，而家已經咧上升咗大約1000點，亦都企咗喺好多條平均線之上啦。咁相對嚟講咧，而家咧比較係穩陣同埋安全，大市開始有一個轉勢嘅跡象。咁同樣啦，喺美股嗰度都開始破頂啦。我哋之前提出嘅富途啊，都已經開始進行佢嘅升浪。咁啊，當然未來仲會有更加多嘅好股票會食住呢個升浪，喺大市上升嘅時候跑贏大市啦。咁跟住落嚟，我會同大家講幾隻股票，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有啲咩可以再進一步咁樣去執行啦。首先就係大市嘅火車頭啊，騰訊700啊，咁啊騰訊之前咧試穿咗498蚊，喺480蚊附近徘徊咗一陣之後咧就反彈啦。咁而家咧已經企穩翻500蚊以上啦。咁啊做咗一個底之後咧，咁而家咧開始出翻啲嘅大陽燭。咁啊之前我哋提騰訊同埋分析騰訊嘅時候，都話騰訊係一隻優質嘅股票啦。咁而家嚟我哋深水位咧，其實仲有好多水位噶，所以咧而家咧我覺得咧係可以考慮下會唔會吸納下啦。咁當然啦，買股票記住分住，騰訊可能係一隻倍升股啊，加上最近都比較少講啦，係嘛？之前話會係有遊戲稅，咁啊正如我所料啦，未有提出啦。咁呢啲不利消息咧消化咗之後咧，相信咧應該冇乜嘢可以阻住騰訊咧反彈噶啦。喺咁耐以嚟做嘅一個490蚊左右嘅一個支持阻力位穿完之後即刻反彈咧，咁所以咧而家咧已經係再次驗證咗一個490蚊嘅位置咧，而家係一個相對嚟講進可攻退可守嘅位置啊，估值又相對較低。咁啊，乘住美國科技股嘅升勢咧，可能騰訊會開始展開升浪嘅火車頭啊！好，下一隻阿里巴巴，咁啊阿里巴巴曾經跌到去110幾蚊啦，咁啊一路反彈做咗個雙底，咁而家130幾蚊，相對於佢嘅歷史高位仲有大把水位啊！加上咧阿里巴巴咧可以話係華人股票裏邊咧最大嘅 AI 公司啊，咁啊通義千問啊，或者近期咧出咗一啲嘅語言模型咧都獨佔鰲頭啊！喺國際間咧個認受性都非常之夠啊！咁而家咧好多國家咧其實咧偷偷地用緊通義千問呢個語言模型去做一啲 AI 嘅運作啊！而家 AI 再唔係外國嘅專利啊，咁啊國產 AI 咧首屈一指啊，首當其衝啊，一定係阿里巴巴。所以咧阿里巴巴咧，你話要升到300蚊咧，唔係夢嚟噶。好，下一隻要講嘅股票咧就係我嘅愛股啊，新意網啊。咁新意網之前咧一講佢咧，佢就開始爆升，升到成8個幾9蚊咁高啊。咁而家咧回落翻去6蚊樓下俾你買啊。咁而家都係6個零6個半到。咁而家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可以再次進場嘅機會啊！上次走寶嘅朋友唔好走失呢隻香港獨有嘅 data center 股啊，佢可以話係香港 data center 嘅龍頭啊。加上新鴻基嘅支持，未來咧 data center 真係捨佢其誰啊！其實咧佢喺5個幾嘅時候咧做咗個雙底噶啦，咁啊而家開始轉勢，咁啊所有嘅指標咧都已經升穿咗呢個下降趨勢，咁開始咧有初步轉升嘅跡象，所以咧新意網你不如留意下咧。咁啊另外一隻咧我諗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咧，搏一個咧超級多倍數升幅嘅咧就係2577啊。英陸賽科啊，英陸賽科喺美伊戰爭期間咧有一定嘅調整嘅，咁啱啦，其實咧之前咧都叫大家咧清咁啲貨啦，咁可能有好多人咧都避開咗呢個跌浪啊，咁啊之前咧佢喺50蚊左近咧做咗個底啊，咁啊而家開始有小型嘅反彈啦，咁其實咧佢離開最近期嘅高位咧仲有相對多同埋遠嘅水位啊，咁啊我諗咧未來咧大市咧資金咧湧入港股市場咧，咁英陸創科咧會係一隻唔錯嘅炒作同埋咧潛力股嘅，因為始終咧氮化鎵呢個市場咧佢始終係龍頭啦，同埋技術咧都係獨佔鰲頭啊。咁加上咧好多 data center 啊，或者咧一啲咧數據中心咧，其實都用緊佢嘅設備啊。未來咧 AI 嘅應用咧只會越嚟越多，用電嘅需求咧越嚟越多。咁咧佢可以幫人哋慳到咁多電咧，佢咧一定係不可以取代嘅其中一員嚟噶。所以咧大家快啲多啲留意呢隻股票，如果唔係又走寶噶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要再提一提咧，我哋早2日咧就發出嚟嘅嗰隻聯想控股啊，講完之後已經升咗5%啦。咁冇辦法啦，股票係唔等人噶嘛，係咪先？咁啊其實一路企穩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咧聯想嘅動能咧一路冇有減弱過嘅。咁加上咧近期嘅業績咧相對靚仔啦，咁啊存儲芯片
可能真係會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打擊嚟嘅。但係我哋都講啦，成本多咗，但係羊毛出在羊身上。未來咧，只要佢嘅技術或者佢嘅 AI PC 咧係真係深受市場歡迎咧，我相信咧聯想控股咧嗰個增長潛力咧一定係不容忽視啊！加上而家股票走勢咁靚，不如你又幫手研究下，同埋分享下你對以上5隻股票嘅睇法啦。嗱，講咗啦，咁啊，大家有啲咩諗法啊？不妨留言同我討論下。記住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多多支持我哋 TNL 投資頻道。我哋真係會盡心盡力同大家分享我哋對任何股票啊或者大市嘅睇法，同大家咧一齊揾多啲錢啊！